即个台语歌拢影响我不深啊。勉强的向前行，罗大佑的一寡，迄个什么。中后当咯哒哒哒哒哒吼，啊，然后像江蕙的歌啊，台语尤其咱中南部的囡仔，就是陪咱大汉的一个上熟悉的声音，所以我感觉伊对咱来讲是最亲切的，然后是最灵魂的，然后是诗的领域。你知影南面儿歌其实就是我有一个工作室叫人人有功念音乐工作室，然后内底阮有一寡。阮内底学生啊、成员啊，因为阮是伫南部的，阮是伫台南，所以因拢有去参加这个比赛，然后我的一些因缘际会下，我就知影讲，有南面有一个这个比赛，然后后来才知影讲，这全部人用纯台语哦。其实我甲这个物件嘛是相辅相成啦，加听然后加去听大家人创作，大家人的写词的方式写歌的方式，然后再甲融会贯通，变成家己的方式的话，我感觉那拢是一种教学相长，一般很多的创作歌手，他们都在做，他们没有在创。因大刚因做出的歌，但是这物件听起来了无新意，所以这嘛是要和各位朋友参加南面有个朋友，就讲你不只是要做，你还要创新风格、创新 style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基，给家己一个机会，教阮做位声音乐。2016南面儿歌，这里做位创出好听的新台语歌。